普通人同叻人嘅分別就係用唔同嘅手法嚟處理問題。無論你喺事業上定係生活上打拼，實會撞到一鑊又一鑊嘅突發事件。佢哋冇預警，冇彩排，然後嚟殺你一個措手不及。可能係生意額插水式暴跌，又可能係產品嘅次貨率急升，又或者係客戶投訴突然多到爆煲等等。當遇到呢啲遭遇戰嗰陣，你又會點拆招先？叻唔叻？睇你點拆彈啦。普通人淨係見到表面現象，叻人永遠可以睇穿個本質。點先可以學啲叻人咁識拆解問題？係咪靠經驗？呢家就講個例子啦。二戰嗰陣，盟軍啲轟炸機損傷慘重，少數飛得返嚟嘅機翼全部都布滿晒子彈窿。盟軍為咗要保住機師條命，兼且可以提升戰力，喺有限嘅資源下，決定加固機身某啲部位。但問題嚟啦，應該補邊度先？如果按常理係機翼中晒彈喎，咁咪補機翼咯。於是司令拍板就話：同我加厚機翼裝甲啦。點知有個做緊盟軍顧問嘅統計學家爆咗句：咪住，阿頭，你有冇諗過一個問題？機翼中晒彈嘅機都仲飛得返嚟，會唔會正係因為機翼本身已經夠硬淨？反而嗰啲機頭機尾一中彈就冇返過嚟嘅機，佢哋連俾你睇傷口嘅機會都冇喎。司令聽完嚇到飆晒冷汗，即刻派人去戰場睇下啲墜毀殘骸。果然被打落嘅飛機十居其九都係機頭機尾中咗招。成功返得到嚟嘅機根本就唔知自己點解冇事，咁真正知原因嘅墜機呢？ Sorry， 佢哋已經冇機會開口話你知啦。普通人只係靠生還飛機嘅所謂經驗，淨係識得死揸住機翼嚟做加固。但係叻人就識得睇穿本質，知道要執生，要補嘅其實係機頭機尾。有人會話呢啲咪就係幸存者偏差咯？統計樣本唔齊全啫，分析問題嗰陣諗得全面啲就唔會中伏噶啦。真係咁簡單？成功經驗真係全部都信得過咩？成功經驗係咪就一定啱先？再舉個企業例子啦，好多管理層一遇到問題就慣性走去抄同行龍頭嘅功課，尤其係頂尖企業做乜，佢哋都覺得人哋係啱嘅，乜鬼方法論都當做寶典咁拜。但呢啲所謂嘅成功秘笈係咪真係啱你用嘅先？仲要有時分分鐘係流嘅添。10幾年前我仲喺微軟做緊嘢嗰陣，就不時會俾人叫咗去分享開發軟件嘅心得，其中一個重點就係一個開發員配2個測試員。好多人聽完即刻雙眼發晒光咁講：哇，原來微軟咁勁係因為咁樣嚟開發㗎。甚至仲有條友好認真咁問：咁你哋微軟啲人係用開咩牌子嘅牙膏㗎？我當堂呆咗，估唔到商業分享會有人問埋啲咁無厘頭嘅嘢，但我都好禮貌咁答咗句：其他人用咩我就唔知，我自己就係用黑人牙膏嘅。點知見到嗰條友露出一副哦，原來微軟啲人係用黑人牙膏嘅，唔怪得咁巴閉啦嘅樣，係真事嚟㗎，我唔係講笑。牙膏同成功有因果關係嘅咩？但就係好多人覺得微軟咁勁，會覺得佢哋做乜都係啱嘅，連員工食飯用咩筷子都要研究一餐。過咗10年，我再同人講一個開發員配2個測試員呢套方法，嗰班人已經轉晒口風話微軟已經 out 啦，佢哋已經認定微軟走下坡，做乜都係錯，仲話呢種配置根本就係嘥資源，唔夠靈活，又冇效率，等等嘅例子多到數唔晒。當我哋遇到問題去揾方法嗰時，成日迷信人哋所謂嘅成功經驗，但問題係人哋分享嗰啲方法，呢啲真係令佢成功嘅原因嚟咩？仲有啊，套用落自己嗰度又有冇效先？真係天曉得。咁點拆解啊？其實係有個4部曲嘅，就係假設、驗證、結論、調整。我建議大家撞板嗰時就用呢套4部曲。首先，假設就係即管大膽估個可能性，驗證就係落手落腳揾證據，結論就係分析數據出真章，調整就係按照結果改策略。用翻2戰飛機個案例示範先。假設就係補機翼，驗證就係 check 下墜毀機嘅傷口集中喺邊個位置，結論就係墜機多數係中機頭機尾，所以補機翼係冇用。調整就係改為將機頭機尾做加固。呢套方法嘅精髓就係唔好怕麻煩，自己落手落腳做驗證同假設，用事實嚟講嘢，最後再執生嚟改策略。用呢套方法嗰時記住要對事，唔好對人。
例如公司有件產品銷量好差，呢家各個部門一齊開會，出現咗呢個場面。產品部話：唔係銷售部同市場部啲人廢咩？銷售部就答嘴：廣告打得都唔夠勁，啲人鬼知咩？市場部就反駁話：budget 俾得咁少，仲要成日幫品質部執埋晒啲手尾。品質部就講：如果生產部跟足指引做，咪唔會出事咯。佢哋咁樣互插互射，開會開到2046都冇結論啦。其實問題係要解決件產品點解賣唔出，而唔係要揾人祭旗。所以要學識咁做。假設係銷售差，就要驗證下係全部人都廢，抑或係部分人唔掂。如果有半數人都交到數，咁可能係件產品冇問題，只係未教識佢哋點 sell。再逐個可能性去排查，用數據去揾死因，再對症下藥。記住，只信事實，唔好俾利益同立場蒙蔽咗雙眼。我哋成日話眼見為真，經驗係重要，但有陣時表面現象係會呃人。要成為叻人就要做到呢3樣嘢。第一，放低經驗包袱，唔好下下都靠估，要當自己係一張白紙咁去睇問題。第二，活用4部曲，大膽假設，落手驗證，數據行先，靈活變陣。第三，抽離立場，唔好諗住去維護自己有，淨係跟事實去做就得。就算件案再複雜都好，只要跟足呢3招，都可以逐層拆解，捉到個問題核心。做埋個總結啦，做人有冇料，就睇你點拆彈。撞板時最忌一嚟就靠估，或者照抄人哋嗰套。叻人嘅思維係唔會盲信生還者講嘅故事，例如淨係睇到返嚟嘅飛機，要識得揾埋冇返嚟嘅人嘅數據，例如檢查下墜毀嘅殘骸，用科學方法一步步驗證，先做假設，再做測試，最後識執生。仲有公司係開會，唔係批鬥大會啊，係對事唔對人。記住啦，經驗會老點，但係數據就唔會講大話。如果下次遇到鑊氣十足嘅問題，就唔好急住賴地硬，只要跟住呢套4部曲慢慢拆解就掂㗎啦。